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西西。今日咧想同大家一齊做個呼吸練習嘅。我哋就會做4秒吸、4秒呼，然之後咧我哋就會做4秒吸、4秒閉氣，然後8秒呼氣嘅。我哋開頭就會用鼻吸鼻呼，然之後做8秒呼氣嘅時候咧，就會變成鼻吸口呼嘅。咁後咧你可以係少少嘟嘴咁樣啦，咁樣呼氣啦，又或者咧係用個牙齒咧少少合埋，用個齒縫之間咧咁樣呼氣，咁樣都可以嘅。如果預備好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俾自己坐喺一個舒服嘅地方啦。注意力可以擺喺個胸口，感受下個呼吸。然後我哋就開始4秒吸、4秒呼。好，可以吸啲氣去個胸口，1、2、3、4，呼氣4、3、2、1，吸氣1、2、3、4，呼氣4、3、2、1，吸1、2、3、4，呼4、3、2、1，吸1、2、3、4，呼4、3、2、1。感受吸氣嘅時候咧，個胸口會有吸脹吸滿；呼氣就感受個胸口會放鬆向下沉。繼續好舒服咁樣4秒吸、4秒呼，吸1、2、3、4，呼4、3、2、1，吸1、2、3、4，呼4、3、2、1，可以做多2次，吸1、2、3、4，呼4、3、2、1，吸1、2、3、4，呼4、3、2、1。跟住我哋可以做4秒吸、4秒閉氣，然後慢慢8秒用個口呼氣，可以係嘟住個嘴咁樣，或者係咁樣。好，開始吸1、2、3、4，然後 hold 住，呼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吸1、2、3、4 hold 住，呼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吸1、2、3、4 hold 1、2、3、4，呼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吸1、2、3、4，呼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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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做多2次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
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俾自己自然舒服嘅呼吸。如果你想嘅話咧，可以喺心裏面咧繼續數住呢一個 pattern 啦，自己做到覺得好似心裏邊咧有啲情緒可以 release 咗出嚟。任何時候都可以做呼吸練習，其實唔一定要做好長嘅，咁可能淨係做3個深嘅呼吸已經可以幫到你。下次再見。